酒店房望出去嘅 Oklahoma， 早上即將出發前往 Paycom Center 睇雷霆同馬刺嘅聖誕大戰啊！爽！哇，天氣好好啊嘛！我哋住呢個酒店去球場，淨係需要行路5分鐘。地理位置極佳，呢個已經係佢舊球館啦，荒棄咗。到啦！咩感想？爽咯！等陣要開睇呢一個排水咯，真係癲啊！好興奮啊！而家成依家係開場前1個半鐘都咁多人。Let's go, bro！爽！第1場聖誕大戰入到嚟主場啦。呢個主場爽啊，可以俾你落去睇熱身啊，買上面飛都可以啊。既然機會咁難得，咁就一定要捉緊啦，落去睇下啲球員熱身。見到呢邊有應屆 MVP SGA 啊，而對面呢就有馬刺嘅Wembanyama，啲球員熱完身都好好人啊，會走過嚟幫啲球迷簽名。而雷霆嘅 SGA 可以話係全聯盟最重粉絲嘅球星啊！見到佢哋簽名呢，都簽咗成15分鐘咁多啊！企前排嘅球迷基本上都可以攞到佢嘅簽名。爭取過，攞唔到簽名，真係有2次俾咗小朋友，跟住我自己遞咗1次唔得。不過 SGA 好好人咯，簽咗好耐，優質偶像。真係。沉迷喺夢想，照落地面嘅橙光襯托住我個影。諗起以前就快淡忘我嘅成長過程。細個喺度玩到攰，只會去水機浸。超級爆滿㗎嘛！聖誕節啦。咁翻到去我哋上層嘅座位之後呢，比賽就馬上開始啦。場比賽呢都好多精彩畫面嘅喎，可以見到 SGA 呢球2+1啊，真係充分咁展現咗佢嘅硬解能力啊！而客隊嘅Wembanyama呢，就展現到佢攻防一體嘅身手，既有呢啲強硬嘅中投，亦都有 block shot。咁最後狀態火熱嘅馬刺呢，就大勝雷霆。而比賽中間仲有個小插曲喎，就係我哋俾攝影師影到上咗球場嘅大電視，都算係解鎖咗人生一大成就啊！以前成日聽講聖誕大戰係 NBA 嘅一大盛事，今日可以參與其中，都覺得好唔真實啊！講下感想啊喂！可惜咯，只可以講，最後都算係一個大比分輸咗咯。屌老母，揾嬲啊而家！我哋要長胡子啊，長胡子啊！睇完第2場 NBA 咯喎，今次坐山頂位，感覺如何先？感覺嘅氣氛都係夠嘅，因為可能呢度啲球迷咧，即係小城市啲球迷比較熱烈啲嘅。氣氛幾好，體驗不錯。打鼓啊、活動啊都唔錯啊！而家稍作休整，食餐飯就出發去下一個城市啦。再見啦，Oklahoma！再見啦，下次再見啦，真係。連幹3個鐘，終於嚟到可以休息啦。Merry Christmas！Merry Christmas 啊！聽日見，世界晚安。